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我係黃老師。今日呢，特別為大家介紹一本有關運動會嘅圖書，叫做《小啡豆周圍走》。呢本圖書嘅角色分別有小啡豆，佢性格呢好堅毅刻苦嘅，好努力完成目標同埋夢想。下邊都係佢嘅朋友。荷蘭豆啦，佢個性比較怕醜；綠豆啦就會膽小怕事；紅豆鍾意結交朋友嘅；黃豆呢講說話呢比較率直噶；而黑豆呢佢又經常皺眉頭嘅，各有唔同嘅性格。廉政公署希望透過小啡豆周圍走呢一個故事系列，想大家認識公平公正、堅毅同埋守法嘅道理。故事開始啦！小啡豆佢哋都好似大家一樣，有一年一度嘅運動會，佢哋都好興高采烈咁樣預備比賽。而小啡豆呢最期待啦，因為佢每日呢都睇住電視播放嘅奧運節目。相反，黑豆就最唔鍾意運動會呢個日子，因為佢唔係好叻做運動。而小啡豆最大嘅願望就係自己能夠企喺頒獎台上邊領獎。黑豆亦都有一個願望，如果運動會取消就好啦。運動會終於嚟到啦，上午會進行個人賽，下午會進行團體嘅計分賽，項目一個一個咁樣進行，非常之緊湊。砰！100米短跑賽事開始啦！小啡豆好似風一樣咁樣飛，黃豆就緊隨其後。黃豆就心入邊諗啦，我係上屆冠軍，一定會贏嘅。啪！小啡豆突然跌到喺地上啊！原來黃豆情急之下將佢盪跌啦。平時好少發脾氣嘅小啡豆，今日都好嬲。而黃豆心裏邊好想道歉㗎，但係講唔出口。佢哋大家都攞唔到獎，互相都唔理睬對方。團體賽快要開始啦，小啡豆同小黃豆因為嗌交，所以缺席。黑豆同紅豆臨危受命頂替上場啦。綠豆、紅豆、黑豆見到對手一字排開，信心十足，精神抖擻。紅豆就喺度問啦：你覺得我哋會唔會贏啊？黑豆就話啦：點可能啊？無論身形同埋力量，我哋都比唔上。唉，輸硬啦！故事講到呢度，你估下佢哋會唔會贏呢？點解呢？如果想知道故事嘅結果，就快啲上呢個廉政公署嘅網站收看呢一本圖書啦。